梁日華今次喺最新嘅石安2026年2月8日嘅主日信息啊，其中一個片嘅內容啦，03日華牧師完成風吹擊的使命。佢哋啲主日信息都做得即係好求其，同埋非常之冇水準，流口水。即係作個咁嘅 title 咧，就作喺一個主日影片裏面分享嘅一個嘅子標題嘅部分。但係你點會用一個叫做咧風吹擊的使命咧？即係其實你又喺度忽悠緊信眾，嘥緊信眾信徒嘅時間去聽你講嗰啲嘢。咁啊，其中有一段咧就係梁日華咧。又繼續喺度發嬲，又繼續喺度恐嚇，又繼續喺度維穩咯噃。咁啊，梁日華咧，佢就繼續喺度講話，用一個外邊唔理解佢啊，或者叫做其他外邊嘅人啊，否定佢啊，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叫褻瀆聖靈咯，其實咧就亂咁搬聖經講褻瀆聖靈呢一樣嘢啦，其實亂講一通。第一個目的咧就係用嚟維穩啦，同埋嚇邊啲人咧就係嚇一啲想教內嘅信徒啦，就唔敢對佢嘅分享內容或者對佢本人作出質疑嘅。咁呢種形式咧，其實就顯出梁日華已經黔驢技窮啦，即係冇橋冇膽識冇膽量上嚟同我哋去辯論，亦都冇膽識膽量企出嚟同我哋去討論，只係能夠繼續喺主日信息忽悠信徒信眾嘅時間。咁啊，而家啲主日信息咧，石安教嗰啲信息都好悶噶啦，即係講嘅內容咧又沉氣又長，又冇養分，嘥晒大家時間。解釋聖經嘅部分咧又冇講嗰啲內容咧就係自吹自擂，話自己勁啊，話自己係神嘅先知啊，即係神嘅揀選啊，又話自己好厲害啊。但係咧就聽真啲咧，其實偏偏主日咧都喺度維穩同埋宣洩個人憤怒。咁啊，邊個憤怒咧？今日睇到嘅信息都知道係梁日華本人應該都係憤怒噶啦。如果唔係咧，就唔需要繼續喺度發嬲啊，用褻瀆聖靈嚟到嚇人啦。其實石安教係咪真係繼續喺度聽梁日華呢啲咁嘅假先知咧？聖經講嘅假教師喺度發噏風咧？咁啊，知唔知道呢樣嘢咧係嘥緊信徒信眾嘅時間？咁啊，梁日華你本人講嘅內容又唔中講嘅嘢又偏偏都係咁求其冇料到嘅，信徒信眾繼續聽你嘅信息都係嘥時間噶啦，係咪先？但係咧喺呢啲嘅信息內容，我哋又睇到梁日華真係繼續喺度冇橋又講下白銀啦，又講到自己幾勁啦，又話2012信息自己幾勁啦，唔打疫苗咧又係自己勁啦，又話自己一早講咗啦，跟住咧其實偏偏都係煲自己幾叻幾勁嗰啲威水史所謂威水史係佢自己諗嘅咯，外人眼中睇佢嗰啲咧就唔係威水史，係嗰啲叫做咧即係叫做倒盆水嚟照下自己幾塊鏡知唔知醜嗰種即係所謂嘅即係呢啲咁嘅廢噏嘅內容係咪嘥時間？咁睇得出梁日華已經係冇橋去講啦就繼續咧就濫用一個字眼褻瀆聖靈聖經所講嘅一個罪嚟到去嚇一啲教內外嘅人啦，即係唔好對佢作出質疑，對佢嘅講道作出評價評論或者否定咁你講嗰啲嘢咁廢講啲內容咧就冇內涵冇料到嘅。咁大把人會作出質疑啦，係嘛？咁梁日華企出嚟解釋啦，係嘛？企出嚟辯論啦，喺佢又唔企出嚟解釋，又唔企出嚟辯論宣洩個人憤怒咧，就淨係對住自己教內嘅信徒喺度宣洩企出嚟講咧就唔夠膽知道梁日華講得用褻瀆聖靈咧，每次我哋聽翻都係其實佢係好嬲一啲質疑緊佢嘅人你梁日華自己都否定聖經種假先知嘅內容啦，同埋你個仔梁賜恩喺呢個 Piano Land 嗰個嘅聚會說嘅聚會裏面講嘅內容係講緊梁日華係呢個救贖中保咁你個仔梁賜恩直情係褻瀆神添啦，係咪你兩父子有咩資格喺度包書包講聖經你梁日華有咩資格走嚟講咩褻瀆聖靈咧？你顧掂你自己先啦，真係。咁另外一篇咧，就係我哋就節錄石安教會官方網站 Zion Daily 裏面早幾日嘅一個叫做所講嘅災在溪水旁嘅內容。其實咧嗰啲內容咧就係梁日華嘅出氣發聲袋嚟嘅啫，出氣袋啦，梁日華就鬧啲離開想教啲信徒咧，叫壞學生，豬狗不如。咁大家可以 scan 翻個 QR code 咧去睇翻個原文嘅。咁佢節錄咗個內容咧，咁睇下梁日華講咩左手邊呢度
係咁講嘅，一旦沒有這些特質，溝通便會終止。嗱，呢啲咧就係梁日華講啦，係嘛？區一個人，假如沒有神嘅性格，試問啊，佢有何資格同神溝通咧？乜其實神嘅性格，我哋全部要擁有先可以同神溝通。咪神其實喺我哋仍然作罪人，未有神嘅形象樣式嘅生命之前，你已經同我哋去溝通噶啦。聖經係講緊神去找回呢啲即係失喪嘅靈魂噶嘛。點會冇咗神嘅性格，神就唔同佢溝通咧？咁啊，如果咁講嘅話咧，全世界嘅人都係罪人，冇一個人可以同神溝通到啦。咁你梁日華又有咩資格同神溝通？就聲稱你有資格同神溝通咯？除非你覺得自己係一個無罪嘅人，好似主耶穌基督一樣，一個無罪嘅完全人咁你咧就真係可以同神溝通啦。不過你同嗰個神究竟係咪我哋相信聖經所講基督教嗰個神咧？好明顯唔係啦，你自己都係講嘢講到語無倫次，不知所謂。好啦，咁梁日華咧就繼續講，佢話你只是區一個人類，竟想用人嘅性格、人嘅不配，甚至豬狗不如的性格，妄想可以與神溝通。而網上你因此弟兄姊妹看到外面的壞學生便深知他們死緊哇，咁樣講嗰啲外面啲壞學生係嘛？咁通常佢講壞學生咧，就係離開想教啲信徒咧。咁梁日華對佢哋係恨之入骨嘅，嗰個叫名係壞學生。咁而家咧就話埋咧就係豬狗不如添佢繼續講佢話便深知他們死緊好大嘅官威噃，梁日華。佢話本着豬狗不如嘅性格，佢自稱認識神，指控石安是邪教，那些人真的不知死活哇！真係咧呢啲咧睇得出嚟，梁日華咧嬲到團火火燒心咁滯可能即係講呢樣嘢講下咧就開始藉着佢嗰個靈修節目嘅內容，所謂靈修節目內容咧，就走去鬧嗰啲離開上教嘅信徒話學生豬狗不如。其實嗰啲學生有啲都未離開啦，係咪都係翻緊你石安噶啦，係嘛？大家我哋都翻緊你石安嘅。咁你梁日華又點樣話自己嗰啲學生，自己教內嘅學生都係條壞學生咧？佢大把人都質疑你啦，大把人都覺得你講嘅內容廢啦，話人哋豬狗不如係咪即係一啲家教都冇嘅嚟喎。你咁樣講人哋壞學生，有冇尊重過人哋係咪先？其實你用你嗰個咁嘅Sundaily嘅節目作為一個你個人嘅即係嗰個情緒宣洩，咁你已經就嘥緊大家時間啦。聽你情緒宣洩，使乜聽你喺度情緒宣洩啫？係嘛？你要吐苦水，咁你咪走去搵社工去吐苦水咯，使唔使嘥咗個篇幅走去Sundaily嗰度講壞學生係豬狗不如？真係極好笑。跟住咧，咁佢個仔梁賜恩就回應咯，咁下邊嗰度回應佢啦。呢一篇嘅栽在溪水旁嘅內容咧，佢就講梁賜恩就講，因為我嘅人生係效法爸爸優質嘅品性嘅話人哋豬狗不如係咪人哋性格唔配冇資格同神溝通咁咧呢啲就係梁日華嘅優質品性。原來咧梁賜恩都不分青紅皂白連正負正邪善惡都唔識得分別咁就話佢爸爸係優質性格跟住佢又繼續講啦，其實我也覺得自己無路可走。舉例，我只能選擇超自然婚姻認證，只能選擇學習電腦數學，只能選擇填寫符合爸爸品味嘅詩歌。你自己咧就自己無路可走啦。其實大把路你可以走嘅超自然婚姻認證咧你可以唔選擇，因為咧根本就冇超自然婚姻認證。你中意嗰個咧，你咪大把話呢個神嚟自神嘅印證要你揀呢個做老婆要你娶呢個係咪先？咁呢啲你咪又係話原來咧其實你冇得揀噶我好慘噶我娶一個我唔中意嘅人呢個咧就係婚姻印證咁真係虧你講得出嘅，咁大個人25歲，今年26歲講啲嘢都唔經有冇經過大腦噶？即係只能選擇學習電腦數學。喂，
學習電腦數學啊，就算你依家呢個時代 AI 時代，你唔學你都要學電腦啦，學數學啦，係咪啊？只能選擇喎，你不如講你唔好學過翻一啲農耕時代、務農嘅時代嗰啲生活啦，係咪啊？即係電腦都唔學跟住又話只能選擇寫符合爸爸品味嘅詩歌。哇，原來咧你都真係人生你都講咗，你都冇選擇噶啦，只能寫符合爸爸品味嘅詩歌。其實你寫嗰啲詩歌如果你真係嚟自神嘅話咧，咁你作啲詩歌咧就係聽起上嚟敬拜神榮耀神，唔係好似你作嗰啲詩歌咁差品味。你爸爸嗰啲品味亦都好差即使按我的人性，或可說是神創設我的人設，他早已知道以我的性格走向，我會覺得自己無路可走，只會選擇爸爸或神想我走的路。哇，呢個咧又係爸爸做晒你，代替晒你喎，係嘛？咁你爸爸係一個假先知，係一個敵基督嘅話，咁你行你爸爸想你行嘅路，就好明顯就唔係神想行你行嘅路嗰個，係咪先？除非你嗰個神唔係我哋聖經所講，我哋所相信嘅三位一體獨一嘅真神啦，你所信嘅神咧就係你所信嘅日華神啦，係咪先？或者叫做梁日華信嘅嗰個後邊個神根本就係撒旦魔鬼啦，根本你自己咧連自己嚟睇聖經你都睇唔明咁多被逼無路可走，被逼無路可走，講到自己好委屈，講到自己好被動咁樣。你自己人生有自己嘅選擇，你自己去行一條屬神嘅路啦，唔係下下都經你爸爸啦，係咪啊？經你媽媽啦，大個啦，26歲，唔好就好似繼續做一個牛奶仔啦，翻去飲奶可能適合你多啲。哇，跟住我哋咧呢度又睇一個卦，直情係同黃大仙拜偶像冇分別咁點解咧？如果大家咧留上呢個網址石安教嘅官網其中最新嘅一個嘅分頁咧叫做高達模型試用組慶祝音樂會，咁1月27號嗰度啦。裏面咧就佢哋搞嗰啲高達模型咧，就係石安教咧近呢幾年咧推崇備至嘅一種嗜好嚟嘅啫咁即係梁日華自己中意嘅嘢啦，就話砌模型高達咧就有神嘅恩膏，就係屬靈嘅，跟住咧就好得神嘅歡心噶噃，神都好中意呢樣嘢噶神有佢哋自稱就話神啟示佢哋咧玩高達嘅，咁呢個高達咧就係等同咧神嘅時代帶領我，哇真係中意玩咩咧？求其作個名咧就拎神妄稱神嘅名字就係呢啲啦，犯咗10誡。佢呢度講其中一個嘅想教嘅信徒啦，鄧家文咧就留言佢就咁講，佢就話咧因為俾少少 background 俾大家睇下，咁佢係養一隻狗嘅，咁隻狗咧就有唔舒服啦佢隻狗咧就係叫做拖肥大概嚟講咧就呢個鄧家文咧就留言就係佢話總之咧就隻狗又唔舒服，咁咧佢就話接觸咗想教嗰個嘅高達啦呢個高達咧即係其實好多隻嘅，咁佢啲高達咧就話聲稱咧有神啲恩膏即係有即係梁日華嗰啲咁嘅恩膏可以咁講咧，恩膏佢又冇啦，豬膏佢又有，佢就覺得咧因為啲高達有神嘅恩膏，所謂恩膏然之後咧佢就話去觸摸呢一個嘅高達上面嘅呢個嘅恩膏咧，跟住咧佢就相信咧可以將啲恩膏咧帶翻屋企跟住咧就可以幫拖肥即係隻狗啦完全得醫治咁咧佢呢度就寫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再同拖肥按手禱告，相隔3日後即係1月30號即係今日即係當日啦。佢話我喺後面叫隻狗，即係叫隻拖肥啦隻狗，係話佢擰轉頭就望住我喺後面同佢講嘢，佢對耳仔又識翻喐下狗得醫治仲要係得着呢個高達嘅恩膏，即係石安教梁日華嘅呢啲咁嘅恩膏咧，跟住就可以帶翻屋企令佢隻狗得醫治。哇！呢個咧同嗰啲黃大仙或者嗰啲矮上佬嗰啲帶套湖水翻屋企飲啦，咁就好翻其實就冇分別噶呢啲咧就唔係聖經裏面所有嘅教導，呢啲咧就係異教拜偶像嘅教導。你竟然相信咧嗰件死物嘅高達
係有恩膏嘅喎，跟住咧個恩膏係可以俾你拎翻屋企咧醫好隻狗嘅喎，哈哈，狗得醫治。哇！呢個咧簡直係顛覆基督教同埋聖經所講嘅教導啦，係咪啊？呢個係同拜黃大仙、拜碟仙求其拎個黃大仙嗰個符嗰個廟祝即係祝福過嘅嗰度符咧，翻屋企孭住佢帶住佢擺喺銀包度或者燒咗佢咧，飲咗落肚咧，咁就會顯靈噶咯，就會即係願望成真真係醫好你嘅病。其實呢個係同信黃大仙拜偶像係完全一啲分別都冇嘅。咁石安教呢個嘅信徒鄧嘉文你仲相信自己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咩咁你自己去檢查下自己係咪仲係基督徒你仲相信梁日華呢啲咁嘅把柄，呢啲咁嘅呃神騙鬼嘅呢啲咁嘅教導所謂恩膏咁你覺得自己仲係好親近神去同神有關係咁樣，你唔係仲相信咁係嘛？你簡直係離經背道啦！鄧嘉文係嘛？翻去檢查下你自己得救未啦？你重新得救未啦？係咪先？喺呢度咧就講一樣嘢啦，就其實仲係翻緊石安教嘅信徒你仍然相信梁日華所講嘅呢啲呃神騙鬼嘅教導完全離背聖經嘅教導，已經係脫離基督教所講聖經講嘅救恩嗰部分嘅內容啦。你相信梁日華可以帶你上天堂？你相信梁日華所講嘅呢啲咁嘅2012信息可以上天堂？仍然翻石安教會嘅你仍然有可能上天堂嗎？咁我相信透過頭先咁嘅剖析嘅時候，你知道好似鄧嘉文呢啲咁嘅人，佢信緊嘅嘢根本就已經係邪術，信黃大仙嗰啲係冇分別噶啦。咁你覺得你仲有可能上天堂咩？我哋咧就有個俾石安教內同埋石安教外需要求助嘅人士咧，可以去揾我哋去求助嘅，就係呢個 Telegram group 咁大家去 scan 呢個 QR code 咧就可以加入。如果你想教內嘅人士啦，你對信仰疑惑嘅，或者你對於想教會嘅教導有疑問嘅，歡迎嚟加入。咁因為我哋知道你有好多內容咧係唔知道，我哋有好多嘅裏面嘅爆料嘅部分咧係幫到好多仍然喺想教會內信仰受到迷惑嘅人，我哋可以睇下點樣幫助佢哋。如果你係石安教內嘅不論你嘅平信徒、門徒、跟進員、假罪負責人、全職高層，甚至策略家，甚至梁日華一家，都歡迎你哋加入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同我哋討論。咁我哋非常歡迎你哋去睇清石安教嘅真面目。咁我哋咧喺個 group 入邊咧就有一啲嘅求助人士分享佢 TG 嘅留言啦，TG group 嘅留言啦，節錄裏面嘅內容啦，咁將佢嘅內容我哋去保留不講意思，咁將啲文字有少少嘅修改嘅。咁喺呢度就講啦佢就話咧一直以嚟都冇停過，係道德綁架、情緒勒索，呢個講緊係想教裏面嘅高層啦同埋想教呢啲所謂嘅領袖啦、全職嘅家罪負責人呢啲咁嘅嘢啦佢就話啦，就係叫人要蝕底俾佢哋做牛做馬先至賺取到救恩，但係咧我哋係以主耶穌嘅名義先得救嘅，我哋要係佢就講呢想教咧就係假稱就係以主耶穌嘅名義一個嘅假宗教嚟嘅啫我哋係嘅救恩要嚟自主耶穌基督，因為信而得救嘅。咁我哋真係要理清楚我哋嘅信仰，我哋得救咧都係嚟自主耶穌基督，就並非好似要信呢啲咁嘅情緒勒索道德綁架、想教呢啲咁嘅領袖要你去賣命俾佢祝福佢服侍佢你先拎到恩膏，先至能夠得到救恩得救完全呢種教導係垃圾，係錯嘅。我哋有一個 Telegram group， 咁就係俾石安教會內需要求助同埋分享案例經驗嘅人士可以去聯繫我哋嘅，因為我哋係希望能夠透過 Telegram group 咧去睇到呢啲求助，或者係睇到一啲已經離開咗石安教會嘅人士嘅經驗分享同埋個案分享咧，從而我哋能夠可以去幫助更加多現時喺石安教會內嘅人士。你哋有啲人需要求助，但係由於無路數，唔識得去揾門路，或唔識得去揾答案嘅人士，喺呢個嘅宗教裏面嘅困惑去聯繫我哋，
因為你哋係活在喺一個假宗教入邊嘅一個體系，你哋係被壓制、被一個嘅封鎖吓，消息上面嘅控制，你哋係唔能夠知道真正喺穿石安教會嘅內容，但係你哋仍然去活喺佢哋所俾嘅呢啲嘅假嘅教導，呢啲迷惑入邊，令到你哋嘅生活，令到你哋嘅信仰都係迷失、失去方向嘅啊！咁都歡迎你哋去加入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咁我哋呢個 Telegram group 咧，裏面嘅所有內容我哋都會絕對保密，我哋亦都會保護你哋嘅身份，因為大家用 Telegram group 嘅時候咧，大家係唔知道大家嘅身份，亦都唔知道大家嘅電話號碼嘅，所以你哋所講嘅所有內容咧，係唔會對應到你哋嘅身份同埋你哋真正嘅現時嘅喺邊個家聚啦，喺邊一個策略區科林啦，係完全唔知道，所以你哋需要求助幫助嘅，記住 scan 我哋呢個 QR code，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group，同我哋去交流，多謝你哋。